3点水，1家公，江家今天要分家了。因为没想到酱茶系很常会做嘅事情啊！你阿酱茶系挨贵梦英爱做嘅事情啊！你现在帮我视察。你讲俺死的，就让俺个骨灰，没到海土去。你妈的只是意外，要怎么说你才明白？我逼死妈了！什么未遂的事情，应该很爱美姨。俺唔想我做菜，莫一个做菜，好吗？